后来甲镜头刷来下港来看高雄市长的选战。单机卖一透早到左营南马坑去拜票，昨暝到凤山用车队扫街直播的时阵，是来报送到4年前单机卖用人体重影的这种的影像，互网友是真嗨。也毋过去有对手瓜子阮甲酸讲，包括唱红豆红调这条红豆这条歌，也即是这种的人体重影，这是旧戏重演，旧无数咯，无啥物稀奇咯。瓜子阮早起是到离伊的户籍地上近的宫庙去祈福，希望选战开出着好成绩。看到高雄市长陈其迈来啊，支持者热情会旗啊放炮给欢迎，有人摕陈其迈高水板掠来发财车，爱市长给签名。谢谢要投票啊！选前剩上尾一天，陈其迈真一枚车队扫来到凤山区，佮出现一段趣味画面。落台卡好党甲民众生人体冲海影，直播小编分享4年前参加庙会企乐团演唱会时的一段影片，网友反应热噗噗，访问到选情之夜，敢会阁升一道？今天不会啦，今天是这个选情，其实我们希望说能够。大家要踊跃投票，要催票，要顾票哈。选情爱开始认真，除了家己，卖甲连赢市议员候选人斗阵声，对手瓜子温。会知来到离户口上近的宫庙，支持者带头大声吼。这站瓜子温来甲新民虔诚拜拜，无论是在地议员或者是家己，拢能开出真好的成绩。面对对手陈其迈的并且出头，一个来给屁上一个。红豆跟人体冲浪好像过去就有了嘛，这很新鲜嘛，大家媒体都看过了嘛，所以还是在旧戏重演啊。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照自己的一个步伐。选举到上尾阶段，拿了两位候选人行家己脚步，把握每一分每一秒，争取更多人跟斗支持。